Hello，小朋友吼，听讲啊，大家都懂中医这条心情歌，听说大家都很喜欢这首心情歌。可是呢，因为欣赏啊，就唱稿100天听，老师只有教你们唱1次而已，所以呢，有一些小朋友啊，还不怎么会唱，还没按会唱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来练习唱这条心情歌，好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吗？哎呀，你来算到3就开始咯。是不是很有趣呢？呀哈，你过来唱100，现在我们再来唱一次。不过呢，200啊，小朋友后面的哈哈、咚咚，还有上爱叫、会上笑这4句哦，你们要自己唱哦，可以吗？欣赏就唱前面，然后你们要唱后面哦。唱什么？哈哈，咚咚，上爱叫，上爱叫，会上笑，会上笑，这样可以吗？准备好吗？好嘞吼，好嘞，1、2、3，开始。
小朋友，你们都唱得好棒哦！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欣赏要后面欣赏唱什么呢？欣赏唱哈哈咚咚，上爱叫，我上笑。那前面就是你们要唱咯。来，前面我们来唱一次哦。你是欢喜，你就笑一下。好，第二个，你是冬天，你就着凉下；你是冬天，你就着凉下。再来，伤心嘅下，冬天嘅下。今日，今天你嘅心情，你的心情怎样的呢？是怎么样的呢？怎样的呢？是怎样的呢？好，那两下就问你都来唱，欣赏唱后背咯。那么现在呢，就是你们唱，老师要唱后面咯。准备好吗？好，同样哦，算到1、2、3嘛，预备起，1、2、3。哈哈，咚咚，上来叫，为上笑，动欢喜，哈哈，生气气，爱叫，为上笑。动胸，哈哈，咚咚，上爱叫，为上笑，动中心，哈哈，生气气。为上叫，上爱笑，动伤心，哈哈，咚咚，上爱叫，为上笑，动快乐。哈哈，咚咚，上爱叫，为上笑，半天。哇，是不是很有趣呀？还没懂神气呀？好。今日嘅心情歌就到这边咯，今天的心情歌就到这边咯。好，又到了分享影片嘅时间咯，又到了分享影片的时间咯。今日有哪位同学做得来分享影片呢？今天又有哪一些同学可以过来分享影片呢？大家慢慢的看。大家慢慢的看。雄雄欣赏，今日乃动欢喜，无法见张累了。
要用卡古写数内外夹勾大力丸。要把样片滴度蒙你，没有关系。如果这一次的影片里面没有你，没有关系。下一回，下一回就有你了。欣赏等你给样片哦，老师等你的影片哦，就按钮咯，拜拜，张来了。